大家好，Ricky。咁睇咗呢部呢《Warfare》戰役啊，咁我諗呢啲戲呢，就如果係有睇開呢啲類似即係戰爭電影啦，或者充滿呢啲咁嘅軍人嘅，一睇個海報呢，其實即係肯定係有一類觀眾呢，係一定會睇呢啲戲嘅，咁啊包括我在內啦嚇。咁啊，即係由睇戲嘅經歷開始，咁戰爭片絕對係一個基本上咧都係會睇嘅一個類型嘅電影嚟嘅。其實即係細細個呢啲已經係入咗腦呢兩可能男仔啦，係咪男人呢就會係有興趣呢啲電影咯咁所以就睇咗呢部戲。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啊，多謝你嘅支持。咁其實咧呢一部戰役呢，咁佢係講述呢一班即係美軍嘅即係叫做特種部隊嘅成員啦咁係講呢伊拉克戰爭裏邊一個即係真實嘅戰役嚟嘅咁當然係好小規模嘅基於一個真人真事呢，其實就係成個戲呢個幾鐘頭呢，就要交代一班即係其實開頭呢係講緊一小嘅部隊即係10個8個人呢，就走咗去呢，就係即係其實係去捉一啲即係佢哋需要嘅一啲嘅人啦咁攻入咗一個住宅嗰度即係嗰啲平房，即係講緊2、3層嗰啲咁嘅屋啦咁就攻入咗去呢。咁其實就準備呢，就係即係捉呢一班嘅當地人咁要等相關嘅即係裝甲車咁嚟車佢哋走咯咁其實後尾就變成一個即係被當地一啲即係民兵士兵好咧就圍攻咁要等候救援嘅一個經歷咁樣係咁嘅一部電影啦。其實係一部咧相對係局限咗一個細規模嘅一個戰爭嘅經歷咁當然呢啲戲咧就絕對係基於一啲真實嘅士兵啦將成個過程呢係好原原本本或者係即係比較真實感強咁呢一啲好細節嘅嘢就係透過呢部戲呢，就係俾觀眾去感受一下一個真正一個戰役裏邊或者一個即係激戰場面裏邊嘅唔同角色嘅士兵一啲嘅經歷即係俾觀眾去感受一下。即係大約係咁嘅一種模式啦，係一種咁嘅體驗咯。咁其實呢，即係如果大家睇開戰爭片呢，其實呢類型嘅場面呢，就係唔陌生嘅。其實咁都有少少似呢。我諗大家一定都如果睇開戰爭片，一定有睇過呢《Black Hawk Down》黑鷹15小時，其實都好耐之前㗎啦。其實我諗都有20幾年嘅。咁非常之精彩咧，就係講即係美軍亦都係咧被即係當地即係喺非洲咧，俾當地嘅民兵咧即係圍困住咁亦都係咧要即係死守去等候救援。咁當中亦都有一啲傷兵一啲好多即係心理上邊嘅掙扎或者係一啲好大壓力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去頂住頂得一秒得一秒，就等候即係援兵或者空軍嚟到支援佢哋可以撤走。咁其實就係類似咁嘅一個咁嘅經歷咯咁當然啦，呢啲佢咁局限場景嘅戲咧，佢追求嘅一定係真實感，同埋咧係一啲細節再加埋咧即係士兵一啲嘅反應咁其實成個觀影嘅過程咧係帶一種咁嘅氣氛出嚟咯咁而講咧裏邊即係呢一個真實事件裏邊咧，開頭被圍困呢幾個士兵，你會睇到佢由入咗間屋咁要去即係捉hold 住嗰啲俾佢捉嘅人啦咁咧就要等候支援嚟到接走佢哋啊嘛。咁佢哋就會係相對咧從佢哋一啲細節啦，譬如狙擊手咁點樣去即係就聚精會神咁去觀察住周圍間屋外邊發生緊啲乜嘢呢即係每一秒都唔可以鬆懈嘅，係好緊張嘅，即係情緒係好繃緊嘅，同埋係要好少細節你都要留意到，同埋一路要 report 住嘅即係會唔會有人其實發現到佢哋喺出邊有咩動靜有冇人接近佢哋
咁當然亦都講其他嘅角色啦嚇，咁譬如一啲通訊兵啊嚇，即係佢哋又要做啲乜嘢呢？點樣同嚇即係個聯絡中心去保持住聯絡呢？嚇，咁啊救援又幾時嚟到呢？嚇，咁啊係即係好一種好繃緊、好大壓力嘅狀態，成件事要好認真嘅嚇，即係套戲係咁樣去話俾大家知啦。嚇，咁而即係佢呢個戰役呢，就當然係咧，因為第一次嚟接走佢哋嘅時候呢，就已經遭到伏擊，所以呢就會係有傷亡出現啦。咁啊傷亡亦都令到佢哋又要撤走翻入間屋度啦。咁啊變咗又要處理另一樣嘢啦，就係對一啲傷兵對佢哋造成一啲無論喺即係喺工作上啊，你又要救佢哋啊，喺個精神壓力嚇，同埋呢其實你都係其實打仗嘅，其實呢一班喺前線嘅士兵都係一啲好後生、好年青嘅後生仔嚟嘅啫嘛嚇。咁面對呢啲譬如一啲上級係咪真係處理到呢？都可能出現情緒崩潰啊，或者係完全係已經係唔知點樣做啦嚇，慌晒嘅其實嚇。咁亦都係即係可能講呢係隔絕咗嚇支援，亦都受到其他嘅攻擊，唔係即時嚟到嘅嚇。咁你可能要等嚇，咁等可能又會唔話俾你聽5分鐘，其實可能最後又唔得嚇，佢可能又要頂多陣，即係嗰種嘅壓力同埋無助啦。譬如係或者係空軍未必即刻又嚟支援到啦嚇，咁即係好多呢啲其實想 deliver 一種咧戰爭嘅真實感咯，嗰種殘酷同埋你就又係嗰樣啦，你就會反思其實係做緊乜嘢呢？其實喺入邊係咪你面對嘅純粹係想快啲離開嚇，想救你嘅同伴嚇，受咗傷嚴重受傷嘅同伴嚇，或者想佢哋唔好咁痛苦嚇，或者想佢哋頂住嚇，即係好矛盾嘅個心態係其實係想點樣樣呢？有其實個執行任務係咪最後係咪最緊要呢？咁即係充滿住呢一啲嘢咯。咁大家其實睇開戰爭片呢，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其實嚇。咁當然呢一部戲呢，一個咁細規模場面都拍得好有。即係壓迫力啦嚇，亦都好緊張刺激啦，其實都嚇，即係我自己覺得係 OK，即係我覺得完全係唔悶嘅嚇。咁亦都係即係好多細節嘅，尤其是嚇喺嗰個即係每一個人嗰種狀態啊，嗰種反應嚇，其實係反而係睇佢哋每一個人喺心理上邊一啲嘅變化啦嚇，啲反應啦嚇。咁啊〜當然最後係又再有支援，令到佢哋即係叫做鬆一口氣，同埋係撤離到，即係咁樣樣啦嚇。咁啊，成個過程咁呢啲戲呢，就唔使質疑嘅，佢因為佢係基於真實事件嘛。佢後尾亦都話俾你聽呢，係一啲即係真係有即係識得呢啲 tactics 啊，或者識得呢啲喺個場景係點樣發生啊。咁佢都好細緻咁樣去拍出嚟嘅，咁呢啲就唔使質疑嘅。現代拍呢啲即係認真嘅話咧，呢啲咁嘅即係喺戰爭喺動作場面上咧，就肯定係已經係好真實嘅啦。其實嚇，即係咁嘅情況咯。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即係有興趣，絕對可以睇，即係 OK。咁但係你咪啲新嘢有咩？咁佢又唔係嘅嚇，即係唔算係嘅。咁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再一啲比較唔同啲嘅角度嚇，或者係從一個好真實嘅效果去拍一個小嘅場面出嚟咁樣咯。咁 anyway，咁如果呢部電影呢5粒星滿分嘅話呢，我係會俾3粒星